的客家花布现在要说是越来越流行了。屏东内埔社区大学呢开设了客家拼布班，老师赵瑞云将客家元素融入设计，创作出了独一无二的文创商品。据说呢，连智慧型手机套都能够做。学员们不但是开启了事业第二春，同时从中找到了生命的起点。上课时间到，屏东内埔社区大学开设的客家拼布班，教室里热闹滚滚。那今天我们的做的是6分钟护手机。老师今天教的是6分钟护手机，大家动手做手机袋，使用的素材是传统客家花布。假如说你们手上拿的是 iPhone 或 Google 的那个手机的话，没有，你的尺寸这边你就要改11。制作手机袋还可以配合智慧型手机，调整不同大小。赵瑞云老师的设计跟得上流行，做时尚跟拼布结合，就是说让很多的族群可以接受我们客家的文化，不单是我们客家人接受自己的文化这样子。赵瑞云是屏东万峦客家人，从事设计缝纫业32年了，曾经是龙美布庄的设计师，10多年教学资历，开设客家主题创意拼布班，大受好评。赵瑞云的作品，不论是手提包、零钱包、玩偶，或是手机袋，都融合客家元素，结合制作舞台服饰店。客家意象在他的手中幻化成设计感十足的文创商品。我当初设计这个包包的时候，就是说把传统的客家的蓝衫衣服，然后把它改成一个包包。那你在穿现代的那个客家衣服的时候，会搭配这个包包。学员们大多都是社区妈妈，大伙围着老师仔细学习缝纫的步骤。缝纫机声响个不停，妈妈们亲手完成拼布作品，不但可以学习一技之长，开启事业第二春，最重要的是在当中获得成就感。客家花布是很简单的一个布，但是却可以变成是一个很亮丽、很独特的一个作品，使用的人会觉得是非常有质感的。学员们拿着作品走秀，架势十足。许多学员因为参加了客家拼布班，交到好朋友。每次上课，教室里都是一片欢笑声。除了跟老师学的非常的有成就以外呢，另外就是跟同学之间，大家感情真的很融洽。是呀。社区妈妈们的作品令人惊艳，创新设计不断传承。客家文化也在他们的手中一步一步推向时尚流行的尖端。随着缝纫机的齿轮声，客家花布有了万千变化。跟着伸展台上的节奏响，婆婆妈妈遇见创意人生。这是赵瑞云的梦想，要客家花布永远流行，有新的样貌，有新的感动时刻。